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3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着甲你的同胞讲，我予一个国家拄着战乱，迄个国家的人民着对因中间选一人做守望者。守望者看到对敌逼近，就分扫角警告人民。若有人听到扫角的声，毋过无警觉，煞予对敌杀死，伊着为家己的死负责任。伊听到扫角的声，毋过无警觉，伊着为家己的死负责任。伊若接受警戒，就会当救家己的性命。守望者看到对敌逼近，若无分扫角，得到人民毋知通警戒，煞有人予对敌杀死，就是讲，迄个人有罪该死，我嘛爱守望者为着迄个人的死负责任。人子啊，当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，你却无去甲伊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。这人虽然嘛袂因为家己的罪来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以色列人捌讲，阮的罪甲过失，亲像重担甲阮硩咧，阮因为安尼失志衰懒，毋知要安怎活落去。你着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，我毋爱歹人死亡，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。以色列人啊，恁着悔改，活倒转，离开邪恶的行为，恁哪要找死咧？所以，人子啊，着甲你的同胞讲，义人犯罪，伊早前做的好事袂救伊；歹人悔改，伊早前做的歹袂互伊灭亡。义人犯罪，伊早前的好行为袂互伊得到活命。我对义人讲，你一定会活。毋过，伊若靠家己的好行为煞开始犯罪，伊所有的好行为，我袂甲伊记得，伊会因为所做的歹来死。我捌对歹人讲，你一定会死。毋过，伊若悔改离开歹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譬如讲，将伊偷来也是别人抵押的物件还互原主，遵守使性命的律法，无搁做歹，伊一定会得到性命，袂死。我袂甲伊任何的罪记得，伊要因为所做公平正义的事，性命得到保存。你的同胞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，其实因才是无公道。义人无搁做好事，颠倒去做歹，因一定会因为安尼来死。歹人若悔改，无搁做歹，做公平正义的事，伊要因为安尼保存性命。恁还得讲，主安尼处理无公道，以色列人啊，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甲恁审判。第12年10月初5，有一个对耶路撒冷逃走出来的人来我遮，伊甲我讲，耶路撒冷城已经沦陷。
这人来的前一暗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互我话搁讲话。第二日早起，这人来我遮以前，我的喙已经开始话讲话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住伫以色列荒废的城的人民讲，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得到即块土地，咱人数遮侪，即个土地搁较袂用得，互咱做产业。你着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食加血的肉，拜偶像，搁杀死人，还想要得到即块土地做产业无？恁靠刀剑过日子，做通厌恶的事，人人犯奸淫，还敢想要得到即块土地做产业？你着搁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，恁住伫荒废的城的人民，要互人杀死；住伫野外的人，要互野兽吞食；蜜里堡垒也是洞内的人，要得到瘟疫死去。我要互即块地彻底趴荒，因所夸耀的拢要消失。以色列的山要荒废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为因所做一切通厌恶的事，甲因刑罚，互土地趴荒的时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讲：人子啊，你的同胞伫城墙边，伫厝门口谈论你。因互相讲来讲去，来，咱来听看上主话讲甚物。因规阵做伙来，亲像要来聚会，坐伫你的面前，敢若是我的子民。因听是听，毋过无去行。因的喙拢伫强调疼，毋过因的心伫想不义之财。伫因的心目中，你不过是声音水、敖唱情歌，搁会晓弹琴的歌手。你的话，因只耳听，耳出，拢无去做。毋过，你讲的话真紧就会实现。你的话实现的时，因就知捌有先知伫因中间。